家先嗱，外面天氣好差，天文台曾經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啊。係文采，而家已經改發黃色暴雨警告信號㗎啦。各位出門口記得要帶翻把遮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8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大約係介乎26.7至29.3度，至於最低氣温係介乎24至到24.7度。睇下雷達圖啊！一道廣闊嘅低壓槽就係為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雷雨。本港方面，今朝早嘅廣泛地區係錄得超過50毫米嘅雨量，而大嶼山、上水同埋大埔啦更加錄得超過70毫米添。預測今日多雲有雨同埋有狂風雷暴，初時雨勢頗大，最高氣温大約29度，吹微風。而展望未來幾日仍然有幾陣驟雨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介乎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2，強度屬於低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同澳門雷暴，廈門多雲，台北有雨，上海驟雨，北京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多雲。日本嘅大阪天晴，東京多雲。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有雨，澳洲嘅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同布里斯班天晴，奧克蘭有雨，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多雲，洛杉磯有霧，紐約雷暴，多倫多多雲。歐洲方面，倫敦多雲，巴黎、阿姆斯特丹、法蘭克福同埋蘇黎世有驟雨。天氣講到呢度啦。我哋再同大家跟進一下奧運嘅最新形勢啊！我哋睇睇獎牌榜，中國咧係超越美國進佔獎牌榜嘅第一位。咁暫時咧係以8金3銀6銅，咁暫時咧係有17面嘅金牌咧係領先，而美國咧暫時咧就係排第2。今朝早香港早晨時間夠，我哋聽朝早再見，拜拜。